水高社文化园区对开幕到现在，已经成为南区一个重要的景点。即卖也要来迎接开幕的1周年，对此文化局也规划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，同时将主题定做御风起飞。即届也规划了向前贯村文化的相声演出，同时也阁有大型的弹珠台，要互亲子会使度过一个欢乐的假日。各种丰富的活动，文化局长叶泽山也亲自邀请市民朋友千迈出过。水交社文化园区在去年12月25号正式开幕，到今年已经要满1周年了哦。所以这1年营运下来，其实得到很多朋友们大家的一些肯定跟支持。所以我们在周年庆的时候就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，邀请朋友们大家一起同时来欢庆我们的周年庆。所以特别选了跟眷村文化最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我们的相声，所以也邀请了翰林说唱艺术团，也包括了我们的面白大丈夫，还有台北曲艺团，这些都是国内非常知名的这些所谓的说唱艺术的团体，会来到我们园区。这届除了各种精彩的活动以外，文化局也特别准备了代表飞官的服装，要提供给现场参观的民众来换装。这也是让因会使趁机会了解到当地的历史故事。同时，我们也办理了晴空市集，同时也提供了我们的飞行服，让我们的民众、家长、小朋友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，当飞行官的这种感觉。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来介绍，我们水交社文化园区是跟空军有关的一个眷村，那是雷虎的故乡。所以透过这些活动的办理，也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认识这边的历史跟文化。这届的周年庆活动将要伫12月26号、27号到明年的1月2号、3号，连续2个拜六拜日登场。现场除了展示水高社当地古籍再生的成果，也安排了各种的亲子活动。更较侪活动资讯，嘛会使到水高社文化园区的网站来查询。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